这座山呢，在清朝的时候，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那原来有3座山，那随着市区的发展，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在日本时代，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登高揽胜。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都是通透的，只有柱子，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屋顶之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经过这几年以后，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以后，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到上面以后，由桂子山的上面。环顾四周围，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也觉得非常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水交社过去在台南，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另外，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这个是网友的戏称，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有历史文化的意义，有休闲产业的意义，欢迎大家来桂子山。廖时军嘅欢收看3月1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安南区对112年人口突破20万以后，到目前成长率1.97%，已经是台中以南前10大成长的行政区。其中东河里嘛因为周边生活机能完善，10年来增加5倍人口，造成现有的活动中心使用空间明显不足。经过当地里长甲民代争取，新的东河里活动中心上午正式开工动土，预计115年8月完工。根据区长魏文贵的简报，安南区东河里活动中心94年完工，当时人口才800人，不过到达已经4100多人，超过5倍成长。加上周边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安南病院等生活机能健全，建商不断投资人口迁入，所以地方4年前向市长争取，打算兴建136坪有2层楼高新的活动中心，将伊成型，嘛有地方相当期待，未来将规划托婴中心等多目标使用。阮遮人口愈来愈侪啦。市长原来答应，我等4天，感谢市长安尼甲咱斗3工。咱即个活动中心是2楼，伊有咱做一个公托，1楼用多功能的使用，旧的就用咱的老的，旧的我们不会拆掉，留着
也是多功能哦，这咱整林老人啦，一个据点安尼。当然你未来的人口会真多哦，有可能是全台南市第一济人口的一个里啦哦，所以讲起一楼上过拍算去，所以讲大家共同的阮遮议员大家共同的努力甲这个活动中心的经费完全争取起来。19号伫和顺国小人西正高队的老力座顶，市长委托甲民政、社会等局处长以及侪民代贵宾甲乡亲的见证，大家以办喜事的心情，共同为工程祈福，愿时间过程平安顺利。将同在地平安，严前地高。从10年前从1200多个人，现在已经变成4400多人了。短短10年间增加了3倍了，所以我们觉得是有必要的更新它的一些设施。那新建的活动中心，那新建费用高达6200多万。工程开工动土以后，造价6200多万的东河里活动中心，预计115年8月底完工。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但是殡仪馆因为设伫南区，市府对民国101年定殡葬回馈办法，回馈周边里林的建设经费。不过，对原本50万降到一半，现在也个别降到只剩8万块。附近的里长埋怨根本无够维修。对此，议员林美燕邀请市府相关单位座谈，希望重新检讨回馈办法。殡仪馆、火葬场等设施，拢是民众无愿意做厝边的建设，因此市府对民国101年就制定殡葬的回馈办法。当初伫南区的大拿、大中、甲着大运等里，每里回馈50万，里长用来作为地方的建设，包括设置监视器等。但后来回馈金却一档比一档减少，今年甚至减到剩1/3。互里长认为，连维修的费用拢无够。每年的回馈金的一些经费的预算规划，其实我们在前年都已经想好了。就突然给我们3年2/3，事先也没有先跟我们地方来做进行沟通，会造成我们在执行一些很多，不管是建设上或是福利的一些发放上，会造成非常非常的大的困扰。里面会觉得说，为什么突然就这个没了，那个没了？说真的，像我本来从25万，现在剩8万块。说真的，能够做些什么？不行。今年锐减的殡葬回馈金，你像我们每年都会发放给里民，每一户比如说你登革热疫情的话，我们发放那个防蚊贴片啊、防蚊液啊；比如说 SARS 来的或怎么样的话，我们会发放一些口罩啊。那我们全里大概是2000户嘛，那2000户你今年金额缩减，那其实我们里长我们不知道是怎么面对里民，他如果在询问呢，我们要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里长为什么殡葬回馈金会少啊？监视器歹，里长你唔拢咧整好看，你拢无钱维修吗？经过里长的订正，议员林美燕上午嘛邀集市府、民政加着殡葬管理所来协调。议员认为，殡葬管理所的收入是一档比一档增加，但回馈地方的经费却一档比一档减少，并无合理。你袂使摕阮的肉去互别人食啊！你敢唔减薪水啊？你敢唔减你家己福利啊？你为什么想到说，只想到我们里面的回馈越来越少？阮台湾的，阮台中，阮大中里在地的规个病，我讲肯定因兜，伊较侪10几万尔。伊面对的因的里面偌济，你知？阮这加起来12000几个款的人，户民呐。你们这样对待我们大林地区？对此，市府民政局主笔回应，殡葬管理的基金运作是有应有才有回馈，但议员认为，依照殡葬所去年2.6亿的收入，今年增加到2.9亿，为何回馈会减少？对此，民政局表示会来检讨回馈的办法。现在因为这个回馈机制是101年订定嘛，那当然有一些如果说不合时宜的这个部分，今天那个议员的一个建议跟里长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会回去再做一个检讨。那怎么来看，就是回馈金的一个使用机制，怎么来做一个检讨演绎？
除了回馈减少，另外当初的承诺势必袂用的来增加，但现在议员却发现，会总场除了原先的10个路，现在佫新增加6个。对此，殡葬管理科嘛回应，考量到税收，目前还是维持10个火葬路的运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台北甲新北市伫友摆组织政策陆续拢恢复前30分钟免费以后，对观光人数的增长甲集团努力拢有一定程度的成效。所以议员李宗麟伫即届议会临时会嘛提案，建请市府建议比较办理。台南友摆2.0主要是公共运输共享脚踏车的重要转型。去年底已经突破500个站点，有586万人次使用，对市民通勤、通学加旅游已经成为重要工具。对此，议员李宗麟伫即届临时会的提案，希望市府比照台北、新北市恢复前30分钟免费来拼观光、拼集团。那30分钟到台南市的市区。基本上各大景点几乎都逛得到啦，所以这个可以提升这个大家来台南市观光的诱因。那因为台南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道路比较狭小，所以靠着 U-Bike 来观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希望说，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提供大家来做这个 U-Bike 这样子永续的这个车距的使用的诱因。台南市的 U-Bike 大概有蛮大的比例是这个非市民卡的部分，可以推论是这个观光客的使用哦，所以对于这种这个不是高频次的使用的部分，我是觉得以现在的这个以量制价，或许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U-Bike 的调度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管理。我们刚刚看到有其他县市政府当然也是后来又恢复这个。前3中全面的免费，那不过我想我们会滚动检讨，那这个依据使用的状况再来处理。不管是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或者是市民卡已经无分时段半价原因，嘛毋望市府综合考量，并顺应民意来随时调整，互民众一个小确幸。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东部23号将伫大湾武隆宫举办人民是头家政策宣讲。市东部主委郭国文强调，民进党将作为公民团体校员，会主动到市场、观光夜市以及商圈来设联署站，协助公民团体推动第2阶段的罢免，进一步达成国会改选。23日伫大湾武隆宫登场的人民是头家政策宣讲，当天将有行政院长卓荣泰、文化部长李远、教育部政务处长张廖万坚、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台南市长吴伟特以及台南6位董事立委拢将出席宣讲。除了卓院长会下来之外，还有包括张廖万坚教育部的次长，那以及呢文化部的李远部长，他们都会随同卓院长南下。那本党的6位立委也会出席，那外加呢秘书长也会到场，林佑昌。那所有的演讲阵容就是如我刚刚所说一般。那我们希望呢，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开始。那后阶段的部分呢，我们目前已经进行规划。郭国文表示，当政府立法院拢已经背起人民时，在民主制度之下，人民会当有无同的方式来反制。其中一个是透过4年1次的定期改选来否决；第2种是采取罢免手段。在这一次呢罢免的行动当中，公民团体它是一个前锋部队。那作为呢执政党，也不能坐视不管。因此呢，我们必须扮演一个义勇军的角色，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源，把一些罢免的讯息抛出去。或许大家会认为说，台南的地区呢，基本上立委都是民进党何来的罢免方式？我觉得有2种管道可以进行。从第一个管道，从我们支持的各个管道当中，他或许有妻儿子女是来自于外县市，或者呢到外县市打拼。他们都可以把这些讯息传去给当地的县市的一个人民，表达他们对当地立委不满，然后参与联署的可能。另外一种就是来到台南的游客相当的多，举凡比较观光的夜市，包括大东，包括花园，或者举凡许多观光客必去的景点的街道，
譬如讲国华街或者是海岸路，这都是我们接下来在计划中很有可能会去设点的地方，用这种具体的行动来让这一个人民的声音能够展现，让人民的力量能够展现。郭国文强调，3月23日宣讲只是开始，接续下来随着二阶段人事态势提升，不仅所有议员、立委服务处拢会当接受人事站的成立，后续嘛会主动出席，协助公民团体主动到市场、夜市等地点，互更加侪国人大众参与，尽力导正国会乱象。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社团法人台南市车寮关怀协会成立9档，已经届满11档。伫理事长陈碧卿带领期间，也成正巷弄长期照顾站以及八公照护站来举办客家的相关活动，包括戏剧、手工艺品的 DIY 等等，去未少长辈前来学习。设伫个喜秋社区活动中心2楼的南区车寮关怀协会，伫个理事长陈碧卿的带领，平时摆了未少长辈的课程。今年伫个市府客委会安排，争取着客家的计划，要以纸黏土的 DIY 方式，呈现客家板道的文化。这一次，因为我们有客家计划的安排哈，所以我们申请了客家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是以板的来呈现哈，每个人坐一桌哈，每个人坐一桌，那到时候就是一个大请客。好，那我这边可以的介绍的是客家的8大名菜，好，这边这2桌是客家的8大名菜，这个是四文，这个是四炒，文的意思就是说，爱聊炖的哈啊，是用炒的，就这样子炒，很快就快速炒哈啊，其余的呢就是我们就是平常一般的哈，就怎么那个请客就这样子。本身是纸黏土老师的陈碧卿理事长。伫个台南米店6档的磨练，教长辈来手做 DIY。第一天利用废弃的保特瓶盖、甲个环保滴以及客家的花布，长辈真紧的完成板道的桌啊、甲椅啊。我们做的椅子是保特瓶的盖子，好，那它的这个椅子的那个柱子这边都是用保特瓶，用那个卫生筷子，我们用卫生筷子来做它的那个脚哈，椅子的脚。啊，这样是环保的哈。大部分我们做都会用纸黏土哈，有轻土啦、重土啦，还有超轻的，还是一般的黏土，这样会呈现。要看它的东西做的是属于什么东西、什么方向的哈。我们要用各种不同的材质来做。莫看这群老宝贝，平均年龄超过80岁，伫个理事长甲志工的陪伴。真紧就完成这21道的桌啊、甲椅啊，未来将呈现客家8大名菜，有四文甲四炒，要互长辈来发挥创意，依照家己的心愿，做出无同的21道菜。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今年开春第1场的展览，邀请台湾第1代雕塑家蒲天生甲后生蒲浩明来举办白仔架雕塑联展，总共展出超过120件的雕塑作品，多画加文献。特别的是，展览当中规划了会当用网的区域，鼓励大家用手去感受雕塑无共材质的温度。在台南火车站前广场的郑成功铜像是雕塑家蒲天生的作品，这回被台南市古物审议会指定为一般古物，而目前台南市美术馆也正展出蒲天生跟他儿子蒲浩明的雕塑作品。这等于是一个台湾雕塑史的一个小小的微型的
缩影半世纪浓缩出来的一个小结晶。他的这个家族，不管是他的系谱跟他的血缘，还有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两个父子所激荡出的艺术不同的一些作品，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充分可以显示出来。展览命名为《温度》，从艺术史、亲情、历史、身体、社会等面向，诠释横跨2代雕塑大师如何展现人文情感温度，同时呈现台湾100年雕塑发展缩影。其中有一件高达3.7公尺的作品，是普天生创作的林静文老师纪念铜像。馆方还设计楼梯，让大家近距离欣赏作品。这回更首次运用户外空间进行艺术展，以及和台南大学视障教育中心合作，推盲人触摸艺术。台湾的盲人教育从台南开始，那我想我们台南美术馆也把这样的一个盲人可以去接触、可以去探索盲人的这个艺术东西能够去结合在一起。万一如果这个盲人触摸艺术来有一些损伤，我们自己就可以修复，所以我就很大胆的推广这个出去。那这个是无心插柳。可触摸原作的展区包括青铜、石膏等不同材质的雕塑，另外增加点字、口述影像，让视障者也有机会欣赏艺术创作，营造友善参观空间。记者收怀台的报道。高雄中央公园内城市光廊过去曾经委外经营，不过业者退出以后，由宠物餐厅业者得标，原本定去年底开幕，只是签约时表明爱做宠物优先餐厅，后来因求引进羊驼、水猪等动物，嘛互市府挡下该案，要重新审议。栅栏里2只笑笑羊紧围着饲养员讨要青草，一旁还有小山羊，可爱超萌的模样让路过的民众都相当惊喜，忍不住停下来猛按快门。不过这里不是动物园，而是高雄的中央公园。可爱，很特别的，很新鲜啊，台北没有这样啊。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have animals in a park and also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to see how it is in park in 高雄。高雄中央公园内的城市光廊，自从经营业者推出之后，荒寂了一阵子。不过近期有新业者得标，原定准备在去年年底开幕，只是签约时表明要做宠物友善餐厅，事后却引进羊驼、水豚等动物，企图变更为宠物互动园区。对此，观光局紧急挡下此案，并将重新审议。业者变更营业模式，改以经营宠物互动园区，所以重新提送本局审查。因为本案必须考量变更的经营模式对于公园的影响，以及动物保护福祉等相关层面，已经邀请外部专家学者进行审查，并且提出专业意见，目前仍在审查中。不过，在地里长和居民都表示，城市光廊已经没落了很久，也造成周边商机断层。近来市府在中央公园东侧大力行销，但在西侧的城市光廊却无法加分。宠物餐厅的设立不只强化了和社区的互动，也让没落的城市光廊带来观光人潮。因此，希望政府单位能够审议通过，带动商机。足好的啊，唔免个走介远啊，阮直接就看得到啊啦。羊都很喜欢。安尼底下要小搭起来，安尼就好像他们在表演给我们看那种样子，觉得很疗愈。去我们中央公园顺便就去看动物既可以来个散散心，又可以促进商机，那不是很大家都是赢的吗？很多里民或是居民都跟我讲说，这边有动物很稀奇。那我们也发现礼拜六、礼拜天真的都会有人潮来看这些动物。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政府法规是定在那边，但是不需要那么死啦。对它，如果今天它只能促进一个地方的繁荣，带来人潮，让它变成一个特点，那我觉得这个所谓我们政府一直在讲共荣嘛，我们民间跟你政府一个共同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不要让它这么可以好的事情让它延续下去？观光局表示，针对业者提出的变更经营模式，已经邀请外部的专家学者审查，并且提出专业意见，目前还在审查当中。想与动物互动的民众也只能耐心再等待。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
新北市政府最近甲朱校长共同为平安符联名，以新衣作为造型，并用下网界趣味形象向前福运保庇。这款平安符就希望让参与万金石马拉松的选手，同时体验一段宗教观光之路。2025新北万金石马拉松将于3月16日开跑。新北市长侯友宜与金包里慈护宫董事长尤忠义昨天出席记者会时，公布这项赛事独特联名的妈祖护身符。联名护身符以神衣为造型，金线缝制，正面融合 Q 版妈祖形象，搭配日月扇细致图腾，象征福运庇佑、步步顺遂。背面则是海浪为背景的朵朵浪花，期盼给所有参与者满满的祝福。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是万金石马拉松23年来首次与在地公庙推出的联名小物，将台湾独有的公庙文化与赛事结合。挑战世壮运，先保万金石马拉松。万金石马拉松23年，今年推出了除了永续以外，最重要是把我们的公庙文化跟赛事结合在一起，由我们享誉全国、世界有名的金包里慈护宫拜咱的妈祖，保平安、求富贵、求姻缘，让我们用联名平安符设计，在跑赛事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创造好成绩以外，也能够求得一个好运。金包里慈护宫庙方表示，感谢万金石马拉松让全世界有机会看到台湾北海岸美丽的风景，也欢迎民众前来索取平安符，记得到慈护宫过香炉，向妈祖婆保平安。我今天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情，因为当每世界会当看到咱北海岸咱的风景，由于咱公庙的文化传统，所以今仔日这主办的包括局长、市长非常关心，就是这个平安符阮每年都有做平安符，不过今年就比较Q 版，伊讲1000分没有完处理，我们去帮他行销。我嘛希望讲每个店家如果有行销的话，我们就送给他；有友善店家，我们有人送给他。希望伊过来庙过一下香炉。保平安，所以我几句话讲，查甫若求这，会当保庇儿女归卡，某听话。若查某求祝伊儿女归靠，翁听话。所以希望妈祖有相应保庇，有照行去。新北市政府体育局表示，即日起到16日中午12点，新北市府1楼大厅也同时设有挑战世壮运先跑万金石展览。展览内容分成扭出好运、跑出时尚、众神来保庇等3大互动展区。其中扭出好运展区内的大型扭蛋机，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7点，民众只要完成现场拍照打卡，就有机会扭出万金石与金包里慈护宫联名的护身符。欢迎民众有空前来试试运气。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19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启动了。看见
界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